是啊，拜托你甲答案甲我讲啦。讲我已经想2天啊，拜托你甲我讲啦。 4天嘛讲，哎呦，我叫要掠讲，我头当掠到要了，你知我落了，唔掠甲你生啥某我嘛唔管，啊看就知影嘛。看啥？全家有地位啊！啊，全家有地位。乌龙蛇道这个词的意思是讲人无负责，讲话射来射去。安尼，这个乌龙代表是啥物呢？乌龙， B 手干啊，就干啊？菇啦，乌菇啦菇，A 菇，A 菇菇，A 菇 A，我就无念 A，你搁记得叫我念 A。菇菇菇嘿。好，来咱来看，菇对唔对？啊！这个对哦，哎，唔对呢。紧来哦，紧来哦！是老实讲，嘿所有人拢感觉是菇，唔对啊。所以因为第二个，阮袂使晓念，袂晓念，所以阮感觉应该是酒干啊。手干啊，啊，第二要怎讲？老师底下你来问我。细数啦。老师，我甲你讲，我暑假要腾课啊呢。对啦。啊，袂嚟，啊，袂嚟。老师搞我回讲，要不来，要不腾课。啊，袂吞过啦。来，确定是 B 还是 C？ B。 因为老师拄仔看目睭有种感觉闪烁，闪烁。你有看到伊的泪光哦？好，来，咱来看 B 对唔对？老师来，老师来，冷静冷静。老师，你感谢我有着，无我真正要腾课，你看。出来吼，啊，试出来种类足济啦，啊，乌龙是其中的上大只的一种，啊，伊会当摕来烧汁，啊，定拢放伫桌顶咧烧汁，啊，有诶吼，伊就伫逐个是伊会伫桌啊吼，踅来踅去，走来走去，啊，找机会来攻击对方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有诶人就讲你拢会当闪吼，你拢无爱针对问题来应付吼，所以讲伊无负责任，我袂乱讲踅来踅去啊。哦，就是斗蟋蟀啦，就好好温哦，谢谢老师。